大家好，又係 V 跛二輪騎士，我係新烈。今日試揸呢架 Demento 嘅 DP03 街車外形嘅電驅動車。嗱，講翻今日我揸咧，大概係揸咗接近30公里啦。電池咧，因為我開車前睇咗，完嘅時候我亦都有睇。30公里有2/3嘅路段咧，都係行緊高速公路同埋大埔道，都係盡開有問題㗎啦。咁啊，所以我估計呢架車嗰個電池續航能力可以過到100公里嘅，但係電車一個問題就係、當佢去到接近20零個%咧，佢就有嗰個馬力鎖定嘅。另外，佢有3個所謂嘅波段嘅，係1、2、3段啦。咁啊喺市區揸咧，分別唔係好大。但係當我去到高速公路，我就知佢有咩分別啦。因為原來每個波段咧係有嗰個最高嘅極速限制嘅，而且呢架車廠方咧就話佢嘅極速可以去到110公里。我可以話，佢完全冇呃秤，俾足你嘅。前避震咧就用咗 upside down 嘅，尾咧就係用咗單筒尾避震。尾避震可以有預載搞啞嘅預載調校啦，前避震就冇得校。但係我覺得呢條 upside down 避震咧比較跳動嘅，我諗行一輪溫煙好咧，等佢軟翻少少會舒服好多。另外喺剎車方面咧，佢頭咧就用咗放射式4遮鮑魚，星星㗎嚇。咁啊，我就覺得只係足夠嘅啫，應該個剎車卡鉗足夠嘅，但係我諗換咗啲迫力皮會好啲。尾迫力方面咧就係用咗對向兩遮，同樣我都係覺得換咗迫力皮會有提升嘅。呢部車咧用咗 TFT 嘅全彩色 display 嘅，而且佢有反白或者係全黑，仲可以 set auto， 喺日光下睇咧都係好清晰，好多嘢教。另外就已經內置咗一個高清嘅前後鏡頭㗎啦。最後啦，就係我哋一路以嚟試嘅電驅動車，都係綿羊嘅外觀，街車嘅比較少見。今次呢一架正正就係一個新嘅突破啦，可以話。而且佢揸起上嚟，我覺得幾好揸，只不過係有啲可以更換嘅部件咧，就大家買咗車之後揸一輪就換咗佢啦。譬如迫力皮啦、輪胎啦，我覺得換咗會玩得更開心。